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9，罗马书10章9节安尼讲：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心信上帝，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，就会得到救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嘴宣认耶稣是主，心相信主对死国活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互无变有，互颂扬变成富足，互忧伤变成喜乐，互艰苦变成欢喜，互绝望变成愿望，会全能至高上帝。主啊！你阁是赢过死亡的关系，互黑暗变成光明的国活主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赐予阮得胜的性命。主啊！愿感谢你无比的疼，你永无离开阮，也无放杀阮。主啊，过去阮捌远离你，总是你犹原用基督的体恤来拯救阮。主啊，愿当要坚心决志，用阮的嘴来宣认耶稣是主，决心相信上帝有互伊有对死人中国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